这个大问题的民众党本地早起嘛要来公布到不分区的名单，所以临时来取消。讲因为进前传出的名单，甲郭台铭推荐的人选排到真头前。这郭台铭我民众党我亲民党，这民众党内有不满的声音，所以这个郭家军的排名有可能会扭去后壁。大问题是讲，这个名单也是要经过中央委员开会通过，安尼较符合着政治的定序。台北市立国民体挂 VR 的目镜来体验参观新创产业嘉年华。同一个时间，民众党本来拍算要公布不分区立委的名单，要不临时划停，敢有是排名问题伫敲袂平。虽然那些名次啊、名单大致底定了，但是还是要照程序的。中央委员会要开会，大家签字，这样比较符合正式程序。之前听讲名单，台北市政府劳动局长赖香玲排第一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推荐的永年基金会顾问高虹安排第三，市府顾问蔡碧如排第5名。因过即马，敢若党内不满郭台铭同时对民众党加宋楚瑜的亲民党，提出讲郭家军可能会做调整。不会啦，我们都讲话算话的，正直诚信的。那到底党内有没有不满这件事情？我讲每天，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不满的声音的。民众党当时就由海选的方式产生不分区，因过人选却无伫安全的名单内，嘛互党内人士有意见。不分区的名单要安怎排，敢若拢互每一个政党拢真为难。